少个地方家？一搭像阿丽丽个噻，哎，搿么阿姨放到屋里向去个家？我叫他那来好呀。放到屋里向去，阿丽丽没进关。哎哟，埃个侪是土菜里向卖出来个烟噻，乖，那香个叫到来搭噻。一圈对下来，玉门笋、鸡浪、鸦片鱼头、咸菜鸡、枪花，满满一篮子，还有3个美女。你好。来不及再来啥不及，红烧肉来一块。也是烟都是个头。哪个呀？来吃一盆本地菜鸡。你三辰光毛子吹牛不够，屋里向没搿点鱼吞，搿辰光一人只有2两鱼，那么头倒是清蒸。啊，真的。我吃到一个吹牛不够，就想到三辰光个日脚。他屋里向个鸡浪鱼为主，现在一台子边蒸松帮菜，骨头太多。2年头个来啊，拉出再黄个汤。是上头了啊。哎哟，作孽。起码22年份吃到一档3个鸭汤，3个美女，一个三哥，共同的特点侪是。一顿饭吃更高，觉着埃个地方是苏澳大牛，侪是个好事龌龊上之地。如此个屋里单子，还哪会贴个喜事来？啥人结婚呀？你结婚啊？你3人啊搿大肚子？你刚才吃个笋，侪是埃个地方吃起来的。用劲。哦，那打不来。吃起来我一口做头香起来，泥土的芳香。哎哟，这里一片绿汪汪的是啥家？啥好子谁不是城里人家？哎，不问你阿娘。阿是热干，你让他太很多呀！我看来还热，要不出牌子来噻，来只少，你也只少，谁对不能比你找得多？哎，你到每年天吃饭也是简单带来走一圈哈噻，样样侪有菜噻，谁是没荤菜？这个不要紧，来屋里有阿丽丽了还，刚才是阿丽丽啊，2年把你杀脱多啊，好像不说的，那活得了水，为啥看我颜色没还看？肉桂色，气质非凡，谁是哈里粗啥的？哎呦，这根多子，哎呀，光辉营养，只要帮侬看看，那个笋嚼起来是哪法容易？一口笋不晓得眼泪就好喝。百姓那才喝噻。你在楼上吃啥菜？烧烤。烧烤啊？烧烤。还有很多邻居啊？小戴姐的。哎，你哪认得我干啊？看到视频的呀。哦，领个，边整个田园生活，怪不得原来辰光的国防部长手里也隐居在埃个地方了。三开吃得猪八干，回到屋里海山拍板，心如哈哈。不饭不钱不包07块，啥个名堂劲？2022年收最工业园区人均收入比上海多9197块，比北京多11392块。埃个才是我生活的地方。18年前买房子的辰光，凭着来了一个红眼金睛，我才会得有现在得意的资本。就像安那天喊我记所有的粉丝一样，只有相信才能够尝到正宗3件陋室的味道。茶叶刚才记脱，谁接着来了从贵州发过来的摘干之鱼，2个后里后头个没啥人住了一个，饭一夜里困觉，一个朋友死脱在，另外一个翻边嫌疑犯家，所以今朝甚至于讲有单人间的进来有，再去加面头，哎哟，一进来就是一个医院里向鲜都要死的味道。这个电梯里面还有坐的地方，对，倒是蛮人性化的啊。是的。哦，这是他们在吃午饭啊。对，像这个两个吃的就是流食，排便功能不太好。哦，就是这么一个房间。然后那个床是护理床，是可以摇起来的。哦，那卫生间呢？公用的。卫生间在对面，对。